来自湾里、喜洲、昆生、安平、四草、土城等地区的沿海渔民，伫前议员李文正以及议员李启伟的陪同，摕着抗议的口号来到市府庭前，表达因的不满。阮要求的是要一碗饭吃尔啦，诉求都袂当去讨海啊！啊，除伊要讨谈无度啊，伊讲禁啊，啊出去就是要抓要罚啊。即卖规定就是要罚啊！你讲禁3个都禁哪个咧？去700，安尼阮迄阵都风台大用咧，啊要叫阮出去死哦！今仔这渔民呢，行来到市政府庭前啊，表示讲市政府无来重视这渔民的生计，所以因今仔日水因阿鼻孔因无法度活落去，因无法度活落去，因才会来到这个市政府来遮庭前。议员李启伟表示，禁止渔民出海作业，不但无法度解决问题，颠倒会制造渔民甲科民双方的纷争。要求政府应该有更较好的管理配套，创造双赢。针对今仔日因遮渔民安尼徛出来就是因为拢活袂落啊即摆咱政府安尼甲因禁止就当3个月当出海安尼掠鱼尔这对因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嘛尤其是佫是7、8、9个月这是台风的季节因出去到外海，迄是非常的危险的。因的渔业执照嘛是沿海、近海渔业结果煞爱叫因甲这100几海里以外才会当去作业，才会当去迄个讨价这是对因非常无合理嘛无公平阮今仔日有哪希望这迄个政府应该有一个好的一个办法，好的一个配套出来毋是讲一味的一个禁止他们的一个生存权迄个伊的一个工作权这颠倒只是有问题安尼佫较复杂佫较严重产生佫较大的一个问题。市府农业局表示，每当10月到隔当6月是蚵仔养殖期间。自103年开始，禁止农具渔船距离岸边1.5里内海域作业，为顾全渔民生计。伫去年也曾经试办开放，但也是发生科病锚定身被挂断，造成80科病损失，因此才停止开放。另外，针对无互渔民出海指控，农业局也表示，根本是错误消息。我们每年在10月到隔年的6月，这个区域有起蚵仔业者，他们原则上这2种渔法是会冲突的。就是垄具的部分，他们的作业就会靠近这个蚵棚、蚵棚，因为蚵棚下面有很多钓了那个牡蛎啦，里面就有一些，比如说旗亚啦、凤螺，他们就在那边作业。他们作业完之后，就是有很多的他们的垄具啦、绳子会跟蚵棚相纠结他们。原则上，在我们去年时候，我们为了这些垄具跟刺网业者的生计，我们在去年也有试办，就是开放他们让进来5海里以内3个月，是在去年的12月4号到隔年的3月3号，这段期间有让他们进来过。进来过，这个进来他们那是养科农，他们也同意。可是试办的结果发现，科农跟我们回报，他们总共有86棚的蚵棚，结果还是被这个所谓的这些的业者、垄具的业者刺网业者把它割掉，造成蚵棚的流失损失所以说原则上目前就导致这些那个所谓的蚵棚的科农，他们坚决反对我们在做试办这个3个月的这个状况了刚才他们诉求说，我们限制他7、8、9、10月不能出海，这是完全错误的解读原则上，渔民他们在这个期间是可以出港的，我们并不是说他不能出港，他只是不能进来这一个海域作业。农业局表示，后续了解农具、刺网渔业以及蚵仔养殖渔民各方面团体建议，汇集多项意见了后，再再行演绎。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